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本样薯团高高讲好吧？俺系民族，有岛的民族，我来老大家搞做料理的时间了。今天我来做乜嘅呢？我来做两个唔一定同好食嘅客家嘅咸拌盐哦。两个客家嘅咸拌盐有乜嘅最重要的两种食材呢？第一个你看好了，就是这个拌盐，没错，拌盐呢就是汤圆。这个捏菜这就是茼蒿，没错，所以你只要掌握这个拌盐还有捏菜，这样子你就已经会客家咸汤圆50%的经典味道喽。那其实呢，步骤啊就跟每次明珠教大家的一样，非常简单，要先把它煸香哈，要先把这基本的蒜头啊跟虾米把它下去煸香之后呢，味道先让它出来。很多人都以为说客家咸汤圆是放下去煮汤的，但是不是，因为我们要先把料炒香之后，最后面呢再把水放进去，所以是颠倒过来的。现在呢，我把这个拌盐放下去之后，让我想到了一个团量哎哦。小时候呢，爸爸妈妈会教我说，有一句话这样说：一称拍空的比沟好，有斗沉有斗破。中文的意思呢，就是一阵白鹭鸶飞过河，有的是沉下去，有的是浮起来。其实啊，这句话要让你猜的就是拌盐。接下来呢，就要把我们的捏菜放进去喽。在这边要教大家一个挑战一下一整句的客家话，就是呢，冬至要吃汤圆。这句话客家话讲法就是冬节爱吃拌盐。OK， 按两句后 say 嘞，等下我们来请朋友吃吃看到底好不好吃哦。好吃吗？好吃哦，好吃的客家话就是冬后生，冬后生，冬后生喽，冬后生哦。其实客家人呢，在团圆的时候一定要吃这个团圆，代表团聚的意思哦。在这边，明珠带大家一起来复习一下我们今天认识的新单字。看到第一个单字就是汤圆、拌盐、拌盐。第二个就是茼蒿、捏菜、捏菜。第三个你们一定很熟悉，来看到一整句话：冬至要吃汤圆，冬节爱吃拌盐。冬节爱吃拌盐，记得哦，冬至的时候一定要吃拌圆，代表团团圆圆的意思。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